嗨，大家好，我是探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沪市走势再一次创了收盘新高近10个月的收盘新高8月5日 A 股延续前一日涨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96%， 3617.6点，创2024年10月8日以来收盘新高。深成指涨了0.59%，创业板涨了0.39%。个股涨多跌少3903只个股上涨。遗憾的是这个两市成交额也就1.5万亿，稍微多一点量价配合似乎不是很理想，1.5万亿收盘新高。昨天呢，这个美股大幅收高，三大股指涨幅均超1%，中国资产集体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一度大涨超1.8%，截至收盘涨幅达1.33%，三倍做多富时中国 ETF 盘中最高涨幅超6%。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逐渐升温，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降息的时机已经降临，年内进行2次25个基点的降息，仍是适当的重新调整。美股全线反弹带动了这个中国资产上升，这个对沪市恐怕有一点影响也如这个7月8月这个沪市指数都比较坚挺，所以现在专家又说了牛市来了，而且是史诗级的牛市要来了。就问你信不信？业内专家认为3600点是牛市确认重要信号，已经站稳了3600点那也就是说牛市已经来了，慢牛形态有望延续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牛市确认重要信号，也就是这个指数站到了3600点，市场慢牛形态有望延续，突破3674点指日可待，市场热点有望继续扩散。随着半年报陆续披露，接下来也要重视业绩主线。根据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即将到来的 A 股史诗级牛市会掀翻6124高点，并且把这一历史峰值踩在脚下。信汇全总经理申佳莹近日表示，现在已经来到史诗级牛市的起点。牛市何时到来，能牛到什么程度，时间节点很难具体预测，看宏观情况。2007年那波是从998的低点涨到了6124点，相当于6倍上涨。我们还是偏向会将6124这个高点掀翻，并且把它踩在脚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所谓史诗级牛市的气魄。那为什么会出现史诗级的牛市呢？这个专家说全球进入工业化序列的国家，在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后，普遍出现股市连续上涨，并且上涨幅度将相当大。像韩国股市短短8年内完成4倍到5倍的上涨，美国在1932年完成工业化成熟，从1932年到现在将近100年的牛市。大家最关心的是史诗级牛市能让所有人赚到钱吗？市场一般经历4个阶段：坚决不信、怀疑相信、等待回调、市场大涨看不懂市场，然后完全相信真的接盘。想要在这个市场赚到钱，个人投资者要么早信，要么干脆不信。这个说的没错就是干脆不信，这个市场随便它怎么涨，远离。专家这句话说的是比较负责任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等它涨起来之后你跑去接盘，远观，对吧？就不要参与这种游戏。有观点认为股市大涨能够提振消费，你怎么看？这是毋庸置疑的。股市一旦上涨，虚拟进账增加，会给人带来很强烈的财富幻觉，大手大脚的习惯养成了，在亏回去的时候很难戒掉。有足够高的认知和足够的人性把握，才能在这里赚到留住。牛短熊长还会重演吗？还会出现，因为资金筹码之间产生博弈，并不是来自基本面的股市上涨和下跌，而是非常强大的情绪冲击。存量资本的几次洗刷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牛长熊短的过程。专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牛短熊长，也就是这个，即便按他说的这一轮史诗级的牛市会涨到6124点。那最终还是要回来难道就一直保持在6124点吗？不是的因为这一轮上涨是资金筹码之间的博弈，并不是来自基本面的股市上涨和下跌。如果这说的是事实的话，那这种市场有什么好参与的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你以为它要到6124点，
结果它5000点它就下跌了。你以为它到5000点，现在到5000点还有30%、40%，结果它4000点它就下跌了。说来说去啊，都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啊。我们举个例子吧，今天媒体报道啊，说8月4号，涪陵榨菜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这个公告的意思？就是涪陵榨菜啊，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募集了32亿元资金，这个32亿元资金是跟散户这儿募集的啊，没有用，放在那站上，那怎么办呢？只好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那你说你把股民的钱募去买理财，这是什么个玩法？我不知道天天说美西方那个股市有没有这么玩的，就是把股民的钱募去了，他去买理财，这就是奇葩股市才有的。这还不算啊，你说因为募集的这个钱放在这儿，但是他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是吧要推迟，那这个钱那不能放在这浪费啊，拿去理财一下，这也可以理解啊，对吧？你好，就是巧合。那行，结果公司还有40亿的闲置资金，那这是矛盾的。就你涪陵榨菜，你有40亿的闲置资金，你为什么还要跟韭菜募集32亿呢？干啥呢？好，40亿资金这是公司自有的，闲置在那儿，拿这个钱去也是理财。这个在美西方啊，你在美国，上市公司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拿闲置资金，自己赚的钱呢，闲置的钱去回购股票注销。然后这样股价就能拉升。那涪陵榨菜为什么不自己回购自己的股票呢？你40亿用来炒自己的股票，把自己股票买40亿，然后一注销，你的股价就上去了。所有的投资者、金融消费者，还有你的大股东、二股东都会获利。那股价涨了吗？可见啊，那为什么他不去买呢？对吧？把这个想明白，你就知道为什么这胡市啊，它走不好。因为对吧？上市公司连这些实际控制人都知道。随时啊有可能塌下来，只有他们最知道公司发展现状啊，就像万科一样，对吧？万科的管理层17块钱一股回购，最后6块钱一股卖，这可是万科的管理层啊，他们都没有办法掌握公司未来发展的这个走势。你说这些金融消费者一个个的赌徒一样的，他能搞得明白吗？所以这些上市公司即便手上有天量的资金啊，闲在那儿，他也不回购，回购就像万科一样，就吃亏。只好去理财啊，理财什么意思啊？他买低风险理财产品，那年化就是2%收益，对吧？上市公司去理财，他都不愿意炒股，他就去买理财。那这你作为韭菜，你作为一个啥也不知道的人，两眼一摸黑就往胡市里冲。说到两眼一摸黑往胡市里冲的啊，情绪决定的啊。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有个人买了光线传媒，头发都快愁白了。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年初啊，因为电影的哪吒2爆火啊，哪吒2就是光线传媒投资的嘛，所以这个光线传媒跟着后面涨了好几个涨停吧。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还介绍过这个，我觉得光线传媒这种上市公司啊，也是那种麻利的啊，也赶紧打个包退出市场是最好的。结果就因为他投了一个哪吒2，一下火了，股价连续拉出6个20厘米涨停，从10块附近一下子涨到了41.48元，大涨了4倍，眼睁睁看着一路大涨，却不敢上车。后来股价见顶后大跌，也就是从41块跌到28的时候，这哥们儿一看差不多了，回调已经有这么大的幅度了，该2次反弹了。而且那个时候哪吒2还持续在火啊，而且还火到国外啊，对吧？在海外的市场好像吹的也不错。所以这哥们儿啊，就在这个哪吒2还继续火，然后光线传媒回调到28的时候，他买了3万股，也就是一共花了80多万，全部身家啊，能动用的现金全买了。本来想着借着这个哪吒2在海外爆火，会有2波行情，结果啊，人家通知啊，没有2波行情了啊，海外也就这样了，不拉了，就这么着了。结果一路下跌啊，4月份的时候最低跌到了17块2毛5，一度亏损超过30万，也就是一股跌了10块钱嘛。你看3万股，那段时间严重失眠，头发都积白了，还掉头发。如今半年过去了，光线传媒还在20元附近，解套遥遥无期。现在割肉吧，亏损太大，实在下不了手，还怕割完就涨起来，倒在黎明前；不割吧，天天看着难受，又怕再次破位，越套越深，真是备受煎熬。实际上啊，光线传媒除非还会遇到第2个哪吒2，否则的话，它这只能一路跌下去。
跌到最低。现在这个影视公司啊，碰上哪吒2这样的，那纯粹是命啊，那跟那个中大奖是一个道理啊。现在拍电影都不赚钱，都在赔钱，你怎么能保证光线传媒以后还能赌上一个哪吒2这样的电影？所以很多人啊，这个赌博啊，真的是赌性太强。好，这位网友啊，跟所有的这个小散户一样啊，深受其害，然后发誓赌咒，说如果解套，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一辈子再也不炒股了。我可以保证啊，这种发誓赌咒啊，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真的解套了，他保证还要炒，他认为自己很厉害，对吧？这个就是一直熬到了解放啊，终于对吧解套了，那也是本事啊。只有什么时候他是真不炒了呢？是赔的，真的是赔不动了。什么解套以后就洗手，不干了，什么金盆洗手，那都是这个痴人妄想。赌博是有瘾的，非常能成瘾。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一个券商叫东海证券。这今天很多媒体报道啊，说东海证券被罚6000万，试涉10年前并购重组项目。8月5号，界面新闻了解到，新三板挂牌券商东海证券发布公告称，公司于8月1日收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荆州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被证监会罚没6000万元。公告称，该处罚于2025年7月21日生效。东海证券表示，公司认真落实整改，全面加强管理。7月7日晚，东海证券发布关于公司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披露，东海证券于2023年2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经中国证监会查明，东海证券在担任荆州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项目中，出具的相关文件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在独立财务顾问业务中未勤勉尽责。虚假记载什么意思？就是做假账啊，也就是荆州慈航啊，在2015年重组的时候啊，作为这个督导券商，作为那个监督的财务机构，他没有勤勉尽责，人家给的报表啊，对吧？里面作假，他没有指出来，对吧？只要他认真查，都能指出来。那个叫荆州慈航啊，原名啊叫金业珠宝，他要发股份，发股份就是有点像胡适的这些金融消费者要钱，干什么呢？去收购丰汇租赁90%的股权，当时啊要交易对价是将近60亿。然后作为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然后出具了这个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结论性意见。结果啊，这个资产重组一完了，2018年起，丰汇租赁业绩是断崖式下滑，累计虚增收入11亿，利润12.9亿元，并通过隐藏关联交易等手段系统性造假。最终，荆州慈航于2023年退市，投资者损失惨重。那作为这一起并购的财务督导券商啊，那这个东海证券啊，责任重大。这个6000万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当时1500万就是这一次这个督导的费用。那证监会啊，对这个东海证券就是叫没一罚二，就没收1500万，没一罚三吧，罚款4500万，这加到一起6000万。我们和美的的这个资本市场完全不一样，就在这儿。美的的资本市场啊，如果出现东海证券这种现象，那东海证券罚归罚，他罚完之后他就倒闭了，他在这个市场混不下去了，没有信誉了。我们这个市场好就好在什么地方？罚款归罚款，对吧？我把罚款交起来，我继续在这个市场吃饭，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我们这本身就没有什么信誉，对吧？被监管处罚，那某种程度上反而说明你能扛事。那很多这些打算虚假陈述，就是打算做假账的上市公司，他就喜欢找这样的券商，因为他敢扛事啊。你看，这就是同样一个东西，你在美的那儿，你感觉它很正常，你到了胡适这儿，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这个道理。我们这儿你看东海证券这次给他罚了6000万不管他这次罚的狠不狠，是拔他几根毛，还是说是把他毛都薅光了，不要紧的。明年他又活着，继续接业务。对吧？像这种券商参与造假，那就直接一剑封喉，你就完了，对吧？该罚的倾家荡产，完了之后你也没机会了。你只有这样，你才能震慑住这些财务造假。但是你看，我们本质上是在纵向的就变相的纵容财务造假，你只要能罚得起就行了。怎么那么倒霉呢？每次都被抓住吗？从上市公司，从券商这些种种作为，你说从哪里能看出他有慢牛，他能走个牛市？
啊，这种牛市啊，那不就是沙滩上建高楼吗？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自己聪明，对吧？我就在那高楼倒之前我跑了，对吧？每个人都很自信呐、就像那个庞氏骗局，对吧？那些什么理财暴雷一样的啊，很多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是骗人的，对吧？我这一期到期我就把钱拿着，我把利润拿着，我不玩了，我不就赚了吗？结果真到期了啊，要么他就被套住了，钱取不了了，要么就是钱能取，一取完之后他心里又痒痒了。你看我投10万，居然赚了13万，才1年时间呢，我这13万再投进去，我明年就是18万呢。所以他那个钱在口袋里捂热啊，捂不了一会儿，再买进去，对吧？只要我跑得快。后来一看那个 APP 后台那个数字涨的，立马再加码，对不对？还得往里再加点钱。这个庞氏骗局啊，这些资金盘，他倒不是盯着你，人家盯着总盘子，哎，钱差不多了，对吧？钱这个时候他是收网，是钱是最多，好就收网，对吧？他也不是盯着你说你刚加入一笔40万，人家就这个时候收网，倒不一定，对吧？人家看整个盘子。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胡鑫老师最近评论这个电影呢，叫《南京照相馆》，胡鑫老师专门跑去看了，看完之后他写了个评论。这个咱就不介绍了，因为南京照相馆我没看，我也不知道那写的什么玩意，对吧？大概其跟这个抗日啊，对吧？跟什么大屠杀呀有关系，没有看，所以也没法评价。但是胡鑫老师写了一个什么呢？他写了另外一个评论，也不知道他是为啥突然写这个啊？他说炫富是人性中一个挺普遍的弱点，它比普通的优越感更负面，但市场消费结构却开发利用了它，所以有了豪车、名牌包等各种富有的公开标识。但携带了富有公开标识的人，同时受到在公开场合友善待人、举止文明的社会规则制约。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富有的标识如果与狂与恶行联系在一起，必遭公共舆论猛烈谴责。这是社会公平正义一种实现方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平衡。这胡鑫老师这个写的啊，你要读2遍，你就发现这总哪儿有问题，就是你感觉他写的不太对，但是好像一时也发现不了。他把炫富啊，然后就说炫富啊，如果你富有，你在公开场合啊，如果你举止文明的话，哎，那还好。如果你富有，对吧？你炫富完了之后，你又什么狂语恶行，就是有钱富而不仁啊，大概就这意思吧。你有了钱，在网上嚣张啊，在现实社会中嚣张，那么你必然会遭到公共舆论猛烈谴责啊。这个现象咱不置可否，对吧？也有可能有人遭到猛烈谴责，但也有可能没人谴责他。你以那个王思聪为例吧，对吧？王思聪的豪车，那女朋友换来换去的，好像这个社会也没有天天骂他，没有什么谴责他吧。当然也有人批评啊，说这纨绔子弟怎么，但是总体还比较这个平和吧，对吧？这种现象，所以本身啊，胡鑫老师说的就我不一定对，但是他后面说的那些更不对了。他说这个富人呢遭到公共舆论的猛烈谴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实现方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平衡。这个就胡鑫老师为那种叫走集体啊，为那种叫什么打什么分什么，这是在铺垫呢，这是在对吧？制造理论基础啊，寻找理论基础啊，认为这是和平，这是叫什么？是一种自然现象啊。说那些携带了富有标签并且举止张牙舞爪的人，是最没素质之一。互联网时不时收拾他们当中几个，很有必要，非常正义。也是胡锡进老师打心眼里还是希望网暴，对吧？对这些富而不仁的人要网暴，对吧？以暴制暴啊，这个是很有必要，而且彰显正义。所以你看啊，你可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把胡锡进老师这一段评论仔细读一读，你就能发现那个年代的人啊，他脑海里面磨灭不掉的一种印记，运动斗争。我也不能说胡锡进老师说的都是错的，但是胡锡进老师他把很多概念混淆了，他把很多现象跟那个因果倒置，或者就是转移了矛盾。其实我们在网上大家并不是真的去痛恨有钱的，痛恨有钱的这人有，但我觉得对吧，他不是占主流啊。如果说痛恨有钱的，那应该所有人都痛恨王思聪，世上没有吗？有钱人多了，对吧？那我们应该痛恨小马哥，小马哥也有钱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是痛恨那种他那个钱是非法收入，对吧？他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正向的，他那个钱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我们恨的是婆罗门，对吧？他那个钱来路不正，
他那个钱是我们的，是从大头那儿，大头把我们的钱搞去了，然后他也从大头那儿把钱搞走了。这我们是痛恨这种人。你比如加州老师，对吧？自己千方百计的给大头少交，完了之后要让大家给大头多交一点，然后他还想着从大头那儿再搞点。他那个影视公司，他非说自己是小微企业，那小微企业那大头就给他补贴啊。就我们是恨这种人，对吧？不，如果你的财富是通过自己这个双手，对吧？你创造的，你合法收入，那有什么好嫉妒的呢？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他把那个网上确实表现是仇富，但是我们仇的是什么富呢？对吧？更多的是仇这种来路不明的钱，对吧？非法收入，这种权钱交易。合法收入，那你是天经地义的，那光荣啊，这是一种啊。第二一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是装，大家都知道他有钱，对吧？大家都知道他是首富，他那个钱来的或许是干净的，或许有灰色的，我们也不能说他是犯罪的吧，因为民营企业嘛，他有可能是灰色的，也有可能他那个钱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啊，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爱国，对吧？又是勤俭，对吧？一个老婆一个孩子，实际上4、5个美国孩子，对吧？不，这种遭到大家反噬，大家讨厌。你看，所以胡锡进老师他属于把这种他混淆了视线，然后他就认为，你看看你有钱啊，你在这儿你不老实，你就会遭到网上大家网暴你，网暴你应该的。所以你有钱的话，你给我老老实实的，你有钱你也得夹着尾巴做人。所以胡锡进老师他自己提出了一个下鸟论。胡锡进老师现在他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对吧？加州老师在的时候，他天天针对加州老师说加州老师这个下鸟。现在加州老师不在了，下鸟这个任务居然落到了胡锡进老师身上。胡锡进老师这么说不就是下鸟吗？对吧？你有钱人在这儿，你得老老实实别炫富啊，这私人飞机最好别坐，对吧？你豪宅别买，对吧？你买的都是炫富啊，危险啊。完了，你再说话再不注意点，那大家对你网暴那是正义的，是必然的，是应该的。那你说有钱人谁还敢在这待着？哪个不害怕呀？对吧？既然这地方这么危险，那我走吧，惹不起躲得起啊，远走他乡，这不就是下鸟论吗？对吧？胡锡进老师应该作为大 V 啊，对吧？作为这个舆论边疆这个守卫的，对吧？他自称嘛，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提倡，对吧？你合法赚的钱是光荣，你应该消费，对吧？现在提倡消费啊，他消费了，他就会炫富啊。对吧？他那个限量版的豪车买3辆，那你这媒体一报道，那不又变成炫富了吗？但是人家这是消费啊，对吧？茅台的成吨的买回家，早上一瓶，中午一瓶，晚上一瓶，对吧？喝一瓶倒一瓶，那人家也消费啊。但是这种一报道出来，肯定是炫富啊。只要他的钱是合法的，对吧？应该宣传他这么做就是光荣的，对吧？他买10辆比亚迪，然后一天换一辆，换着开，这不都是刺激消费吗？新能源汽车，对吧？给他们解困。所以你看啊。不知道哪个富豪啊，在网上说了什么话，把胡锡进老师破防了。胡锡进老师开始向他发出这个警告：那些携带了富有标签，并且阻止张牙舞爪的人，是最没有素质之一。互联网时不时收拾他们当中几个，很有必要，非常正义。我在想啊，那些携带了富有标签，就是很有钱的人，富有标签。如果他这个富有是合法收入，那胡锡进老师后面说了啊，这种人呢，阻止张牙舞爪。我在想，如果他的财富都是合法赚来的，那么他在网上稍微，对吧，张牙舞爪，他也没犯法。什么叫张牙舞爪啊？张牙舞爪无非就是我不让着你，你穷你有理是吗？你没钱你就可以在这儿说我骂我是吗？越穷越革命是吗？越穷越光荣是吗？对吧？我有钱，我是合法收入，我凭什么让着你啊？那我不让着你，是不是在网上就显得张牙舞爪啊？那我这就犯了法是吗？是错了是吗？我有钱人就必须让着你没有钱的，有钱人觉得低人一等是吗？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他这个评论，你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问题，对吧？只要是合法收入，你有钱致富了，完了你在网上你也没犯法，你在一切的法律框架下，那你显得这个张扬一点，招摇一点，又能怎么样呢？没有犯法。胡锡进老师说那不行，你这是最没有素质，所以要对你网暴，所以很正义。这个评论一不小心就把胡锡进老师底色给暴露无遗。实际上他跟加州老师成为最好的朋友，对吧？而且加州老师多次说他的好朋友胡锡进不是没有原因的，三观相合才能成为好朋友啊。所以胡锡进老师最好也要汲取一下加州老师的这经验教训，到时候千万不要晚节不保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